Hello Christine，呀想問你咧，你着咗條褲之後有咩感覺啊？上次你買咗啦，試咗條褲先。我自己本身嘅工作咧係做鋪頭啦，咁我需要企喺鋪頭度做嘢啊，買小食嘅。咁有陣時有啲工作時間咧好長嘅，所以一次過企14個鐘頭以上都有可能。以往嘅話咧，如果一次過企14個鐘頭嘅時間咧，咁企嘅時候係 OK 嘅，但係當要收工嘅時候咧，就成個人都會冧㗎啦。咁同埋隻腳咧會好重，當做完晒工作需要走嘅時候咧，隻腳就好似好重咁樣行唔到路㗎啦。咁腳板底會好痛。咁上一次Alice 啦，咁啊 Helen 介紹咗個功效，咁我真係我係一個需要證據嘅人嚟嘅，咁我實驗啦，幫自己做實驗啦，咁嘅時候就嘗試着啦，着一日，咁第一日嘅時候因為要做企14個鐘頭，咁於是就企完之後到走嘅時候，發覺咦好似冇企咗14個鐘頭嘅感覺冇呢種感覺，是真的嗎？係真嘅，同埋因為我哋企咁耐咧，我哋叫餐飲業啦，咁有好多時有好多人咧都會有呢個叫做腳底筋膜炎，我自己都如果太長時間嘅時候咧，都會腳板底嗰個位置個曲位咧係會有痛嘅，刺痛係會痛嘅。咁但係嗰一次係冇嘅，因為我一整日都着，同埋之前嗰晚我都開始着，瞓覺嘅時候開始着，咁即係話係連續24小時，差唔多24小時咁樣。咁我之後第二日我接住亦都要需要做一個另一個工作咧，都係一次我哋企10個鐘頭嘅，咁加埋搭車嗰個1-2個鐘頭都係唔見位坐嘅時候，咁我都擔心我會唔會痛咧咁樣，因為一次過咁長時間，咁結果連續2日都係超過10個鐘頭嘅企嘅工作啦，係冇任何感覺到攰嘅，事實呢個係真嘅。咁同埋膝頭哥啦，膝頭哥如果太耐亦都會有屈曲嘅時候會有機會痛，咁腳板底筋膜炎呢啲情況，喺呢個3日嘅實驗裏面，我就實驗到就係唔痛咯。好犀利，謝謝你 Christine，謝謝多謝。